这个病人是一个13岁的小女生，哦，那她因为从脚踏车摔下来，脚踝去扭到，那经过1个礼拜左右，哈，症状没有改善，哈，所以家属带她来医院做检查，这样。那在医院我们帮她安排 X 光跟电脑断层，哈，就发现说她有一个胫骨远端的3平面骨折，哈，那这种骨折是经过那个生长板的，哦，所以有可能会造成生长板的那个生长的停滞。那这一类的骨折哈，比较常发生在17岁的青少年哈，男生稍微多一些啦哈。那有可能会造成的后遗症，包括说生长板停滞之后造成的一个长短脚啦，或是变形等等的哈。那这个治疗之后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。那这个 case 哈，我们后来跟家属讨论过之后，后来决定以手术来做治疗哈。那手术是用那个空心螺钉去固定，那恢复其实很好哦。那术后的最终观察其实也没有造成一些后遗症，所以恢复良好。所以一般如果这种脚踝骨折扭伤的病人，如果2、3天之后症状没有改善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家长们带小朋友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来避免一些可能的后遗症这样。